決賽咧又正式開始咗啦！第一節李英，第二節星之合眾龍，第三節香港仔同志龍，第四節係長征龍，第五節我起步慢咗啊！第六節咧就南丫島綠洲龍景龍，望出去咧就綠洲好雙百龍啊！你話邊一隻爬咗先啦，帶咗出嚟啦？呢場就睇唔到啦！每一位議員咧都係好壓力都係啦。我哋睇過去啦，佢哋本身可以。第四。